垦丁国家公园的尊芳石景观区，有民众看到有人在爬壁，这严重是直接顶伫山坳大石顶悬，破坏自然景观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，这事发的地点虽然无禁止民众爬壁，不过严重搁伫咧大石顶悬，这涉嫌毁损罪，搁有乌白氮粪素的问题。 对空中慢慢降到地面的男性身躯顶白锁啊，另外一边钩啊是固定伫个山路搭顶头，互游客看到心肝真疼。因为这阵人爬壁的地点，就是伫个垦丁国家公园内底尊芳石附近的特别景观区。明显看到。 警方甲垦管处的人员前往现场，发现山路搭顶头有钉钉啊。垦管处表示，目前禁止伫个大尖山、水鸡石甲尊芳石的地区有爬壁的行为。虽然讲事发的地点是伫尊芳石特别景观区的山路搭，爬壁的行为无算违法，不过钉啊钉伫个顶头，有关涉犯毁损甲乌白带物件的罪嫌。本次案发地点是属于船湾石附近的一个特别景观区的礁岩上面，所以目前。 并没有禁止攀登。垦管处讲，若准确认是这阵人所做的，照规定上济会当罚100块。国家公园法当中禁止爬壁的区域，虽然无包括这搭尊芳石特别景观区，不过伊煞是无法度以人力再造的特殊自然地理景观。垦管处也会甲专家建议，伫保护特有地景的条件之下，规定类似的商业性活动，避免造成环境的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